是乐乐，爱订我的频道哦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又到收批的时间啦！这届小朋友搁写啥物批给我咧？我足期待的。哇，乐乐，你的批通要爆炸！有足侪小朋友寄批给你的呢。嘿嘿嘿，对啊，大概我拢收到足侪小朋友寄给我的话。你看这张批，顶头搁有我的面呢。甲你足像的真熬，也毋过乐乐，你敢知影读这个批是安怎寄予你的？你摕的批笼顶头有一张搁一张大纸，迄搁是啥咧？我知影是妈妈摕予我的，一个四角形的，敢是叫做邮票？但是顶面写的数字是啥物意思咧？袂要紧，对我行，你就会知咯。咱到位哦。邮政博物馆。乐乐你好，欢迎你来到邮局镇邮局，我是邮局小姐，你敢需要什么服务？邮局小姐你好，我想要知影小朋友写的批是安怎寄予我的？乐乐，想要知影一张批的旅程哦。那安尼，不如我予你一个小任务，你来家己寄一张批。寄批？那安尼，我想要寄一张批予心心。嘿嘿，我要甲顶届中秋节阮做伙食月饼的卡片寄予伊。恁看，我要甲卡片叠起来。那安尼，乐乐，即摆有3个批笼，你要经倒一个批笼？1. 家己做的批笼。2. 标准批笼。3. 别人用过的旧批笼。我想要用我家己做的水水的批笼。乐乐，咱上好是用标准批笼哦。是安怎袂当缀伫我家己的批笼？乐乐，你的批笼真水，但是若是你用标准批笼，邮局的自动分批机就会当快速分辨你的批要寄去倒。安尼收批的人嘛会当较紧收到你的批哦。那安尼我想要予心心因较早收到我的批，我要用标准批笼。你好啊，刷落来咧。刷落来，咱来甲地址写起哩。乐乐，先写看卖。好啊。哦，乐乐，你有写地址，也毋过无写收批的人是谁哦。其实咱的批笼正确的写法是安尼哦。你的批笼是伫个时阵，中大大的空格，咱会当甲收件人的名、心心写起哩。伫正边空白的所在，甲心心的地址写起哩。倒边这边是写寄批的人，嘛就是乐乐你的资讯哦，像地址、电话甲名。安尼正边这反的敢若无共呢？我看卖，倒边顶头写的是寄批的人，中是写收批的人。那安尼地址头前的这个数字是啥？哦，这个是邮地区号。啥物是邮地区号？台湾的每一个地区拢有无共的邮地区号哦，就是甲每一个地区拢编号码。安尼只要看到邮地区号的数字，就会当知影这是要寄去倒一个所在的批咯。乐乐，你来找看卖，心心大的所在邮地区号是几号咧？心心住伫台北市中山区，我来找看卖，是104。答案正确，乐乐会当甲邮地区号写伫你的批笼顶悬的空格咯。小朋友，你若是无确定一个地区的邮地区号，会当去网络查，嘛会当去邮局内底拢会有安尼的房仔，就会当查到哦。好，我写起你啊。刷落来，敢是要来打邮票啊？不过我无邮票呢，寄批敢一定爱打邮票？乐乐，咱要寄批会需要批信处理的费用，啊，那邮票就是用来纳这个费用的哦。而且小小的邮票顶面是有真侪故事的呢。故事？
我看小朋友寄互我的批顶面、邮票顶面，敢若火龙果、甲柳丁尔，这是有啥物故事咧？乐乐，每一张邮票顶面美丽图拢有故事哦。我先甲你讲邮票出世的故事。较早还无邮票的时阵，若是收到批的人爱纳费用哦。毋过迄阵有真侪人纳袂出来，所以送批的人拢收无费用。后来有一个英国人 Roland Hill 想到一个好办法，就是寄批的人先纳钱，而且用一张邮票搭伫个批笼顶头，就会当代表寄批的钱已经纳哦。嘛因为安尼，伊发行世界上头一张邮票，互大家叫做邮票之父。你看，这就是头一张邮票。中的查某囡仔是啥人啊？顶面写啥物字？顶面的查某囡仔是英国的 Victoria 女王，英文字写的是迄阵的货币介绍一本书，有淡薄仔像咱的1箍。嘛因为这张邮票是乌色的，大家就甲叫做乌便书邮票。哇，这张邮票足趣味的，那安尼敢阁有其他的邮票？我阁想要听故事。乐乐，咱头拄仔看的是国外的邮票，咱即马来看台湾的邮票。你看，咱有真侪无共多样的邮票哦，有像你头拄仔看到的果子，阁有动物、食物、建筑，甚至是画家的画。这的拢是台湾真牛的设计师，也是艺术家设计，也是画哦。这张图足水的，顶面有足侪只鸟啊！嘛有人讲，这张邮票就敢若是一张国家的名片哦。顶面会介绍真侪在地风景、文化甲特色。你看，像日本的，都有真侪网家的图样。比利时的，阁有巧克力豆的邮票哦。啊，有网架，阁有巧克力豆。而且邮票无一定是纸做的，有的是用丝，嘛有用德米亚做的，阁会当看到美丽的剪纸邮票哦。这邮票拢足水的呢。那安尼邮局小姐，我敢会当家己画邮票搭起哩？乐乐，袂使的咯。邮票就敢若是咱的钱，袂当凊彩家己制作，一定要用中华邮政发行的邮票，才会当寄批哦。所以，咱一定要去邮局买邮票，而且摕到邮票了后，嘛会当观察看卖顶头阁有啥物特征。一般来讲，会有这4项哦：一、方便离开邮票的起空；二、美丽多样；三、名额，嘛就是代表介绍的数字。上尾阁有国名，互咱知影是倒一个国家发行的邮票。好，我甲邮票搭好啊！来啦啦啦啦，多谢邮局小姐。免客气，乐乐寄批任务剩上尾一步咯，紧来去寄批。阿姊，我要甲批倒入批桶内底，也是摕去邮局内底咧。乐乐，这个问题咱请导览老师秀翠阿姊来甲咱斗相共。乐乐你好，我是秀翠阿姊，我来甲你斗相共。你先看批桶，有分做青色甲红色的2种哦。观察看卖，寄批孔顶头敢有写啥？青色的批桶写本地甲外包，红色的批桶写限时邮件甲航空邮件。这是啥物意思咧？青色的批筒代表寄一般邮件，寄批孔顶面会使看到写本地甲外包头。咱伫台北市，所以台北市寄到台北市的批，就等本地；台北市以外的县市，咱就等外包头。安尼，咱所看到的青色批筒，甲咱即阵伫外口所看到的批筒有啥物无共款的所在？倒位无共呢？本地会写台北市，外包头咧就写其他地区。那安尼红色的批桶咧？红色的批筒就是代表爱紧急特别处理的批，
像咱会使看到架批空顶头有焊丝批甲航空批，焊丝批就是爱比平常时的批搁较快速处理的批，若航空批就是爱坐飞行机出国去旅游的批。哦，我的批就等伫青色批桶一个，敢对？无毋对，乐乐的批是普通的冰室，会当直接等批桶。但是像大型的包裹，也是挂号批，需要邮局的人员特别处理。好寄批的人会当随时查邮件的处理情形，就一定爱去邮局柜台来缴。所以重要的批，就一定爱到邮局柜台来寄。嘿，等入去，寄出一张批啊，任务成功！恭喜你完成任务。那安尼，你敢知影你等入批桶的这张批要安怎送去心心的手头？敢是邮差先生替我送的？对，不过伫邮差先生出发送批进前，阁有真侪代志爱做哦。我介绍邮班长互你熟悉，行啦。乐乐你好，我是邮班长。邮班长你好，你是啥人咧？我是邮差的班长哦，我上了解邮差做的代志啊。伫恁甲批寄出去以后，批就会送去邮件处理中心，透过机器分批整理批。这嘛是为虾米拄啊邮局小姐甲咱提醒爱用标准批笼，搁写邮递区号的原因，会当互机器分批的速度搁较紧哦。你看，这是上早的一台分批机。哇，足大诶！看起来敢若当时舒适的列车。哈哈哈！批伫邮件处理中心分好势了后，除了本地批会互在地邮差直接送，若遐个要寄去真远所在的批，就要透过无同的交通工具咯。一般是用邮车，但是像一寡需要较紧送到位的批，就要坐上紧的高铁。若到离岛地区的批，甚至爱坐船，也是飞行机哦。原来批嘛会坐高铁、船，阁有飞行机呢。大个邮差咧送批进前，敢若整理恁的批，一工大概会需要处理几百张到上千张的批哦。哇，一工有遮侪批哦！对啊，所以为着会当搁较紧，甲遮侪批送出去。阮邮差就爱伫出去送进前，先甲批分好好，透过路单甲门牌号码来分批，而阮会当真紧就甲批送去收批人的地址哦。分批就趣味的，我嘛想要送。哈哈哈哈！乐乐，我想甲你考一个问题：假使恁兜的地址是3号，那安尼恁厝边的地址是几号？1、2号、2、4号、3、5号。答案是3、5号。啊，3的头前是2，后壁是4，是安怎是5号啊？这是因为咱的道路其实是分做徛的甲双的哦。后盖乐乐，你会当详细观察，道路的一边拢会是徛的。像1、3、5号，若对面也是另外一边，会是双的2、4、6号哦。哦，原来是安尼，邮差足厚的，拢爱会记得遮侪代志。我嘛要做乐乐小邮差。哈哈哈！乐乐小邮差，即马甲批分好势了后，咱要来去送批咯。那安尼我来开车。乐乐邮差出发咯！我要去送批啊！心心小姐，你的批到位啊哦！耶！我成功甲批送到心心面兜啊！恭喜乐乐，我要颁予你一个模范员工奖励。哇！哇！原来寄一张批爱注意的所在真多，嘛需要真侪人斗相共。阁有邮票顶面竟然有遮侪故事，我要好好珍惜所有小朋友寄予我的批，以后我就会当有一个乐乐博物馆，
把所有小朋友的批拢展示出来啊！我知影，多谢油菜先生，今仔日足好爽的。我知影寄批爱用标准批笼，阁有邮地区号是每一个地区的编号，会当互批阁较紧送到位。寄批会当等伫批桶，也是去邮局柜台。我即嘛知影油菜先生平常时咧做啥物工课啊？而且道路的一边是双的，一边是倚的，是无共的。我后盖要好好观察看卖。是我的邮票呢，顶面阁有心心、琪琪，阁有空空，恁看，足够水的。小朋友，你敢知影安怎寄批啊？唔通袂记你会当写批来我的乐乐批箱哦。要是你想要试看卖，寄一张批互我，你会当寄来这个地址。咱后回见面咯，再会。多谢你的收看。如果你介意我，介意小型星，即阵乐乐 TV 有专属的优惠哦。订小型星杂志，你就通看到更较侪阮的故事。通到资讯栏看更较侪资讯。嘛莫袂记你爱订我的频道哦，哈哈哈哈。